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过10分钟了，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为几件代志来祈祷。首先，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过来到圣殿内底服侍伊、敬拜伊，求上帝帮助咱。让咱的心安静落来，来领受伊的祝福。另外，咱也为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来祈祷，求上帝顾守看顾一切。另外，今仔是圣神降临节，也是正教会的生日。咱特别为着上帝教会来祈祷，求上帝使用咱的教会，成做万民的祝福。最后，咱也为着全世界的疫情来祈祷，求上帝看顾、保守。咱出声来祈祷。现在做完规个的事后保守看顾，充满稳定伫阮的中间。阮特别将阮本身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事后保守看顾，互所有得到你稳定，来到圣殿服侍你的人，拢会当得到主圣神的充满。阮将今早起的礼拜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事后保守看顾。我正当讲，伫你的引出下面做美好的服侍，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阮也将阮的教会交代伫你的手中，求你事后看顾，互教会会当真正发挥阮的使命，来荣光你的圣名。主啊，恳求你事后保守看顾，照顾即马伫全世界各地有阮受疫情捆绑的这属伫你的百姓，求你事后带领。或者疫情赶紧来结束，求主看顾。求你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过一礼拜久，当阮用欢喜调调的心，过来到你的圣殿来服侍你、敬拜你，透过礼拜甲你3000君，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互阮用敬虔的心，用无瑕疵的信心来领受你的祝福。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今早去服侍正当工，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掌管，互服侍正当工拢得到你圣神的引带保守，做美好的服侍，互你的圣名得到荣耀。主啊，阮也恳求你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双联教会，求主你帮助。使用双联教会正兄弟姊妹，成做你的器具，来荣耀你的圣名，来祝福万民。求主保守看顾，互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所经营的各项事工，拢会当成做万百姓的祝福。亲爱的主，阮也恳求你看顾这个时阵，有阮受到疫情所捆绑的全世界各国的百姓。求主利用你的恩典透帮阮，互阮伫这个时刻思考阮甲你中间的关系，也保守看顾阮，互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会当得到看顾，也互研究的人员早一日研究出治疗的药方甲预防的方法，互阮因为安尼来得到平安。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恁就听伊的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大家同齐来做礼拜。咱直接，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67首。我心阿罗上帝，我心阿罗上帝，请起立。请坐，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满满的上帝，主恩感谢你。在这过去3个多月，武汉肺炎新冠病毒侵袭全世界的时，你全然劝告阮台湾，互阮台湾一流的官员、一流的专家做出好的决策。互阮台湾因为有超前迄个部署，有好的公民的素养，配合政府的政策，致使阮损失伤亡降到上低。上是阮台湾全体人民、企业界认真制造喙安、丰富以呼吸器来帮助需要的国家。因为安尼得到所有世界侪侪的国家的肯定、感谢，对台湾阁有一个深的认捌。所以，阮深深体会，嘛看到你的疼已经在台湾这个岛屿展现出来。主啊，恳求你的公义、怜悯，无离开阮。我若要学习摩西一样谦卑来跟缀你。互
互阮台湾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国家。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信心充满伫阮的当中，拍开阮双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属灵的目睭、耳孔，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愿意来跟缀你。上时，阮也求你保守看顾、祝福甲医治阮的兄弟姊妹，有济济无来的人。主啊，你是听祈祷的上帝，阮诚心祈祷，凭信心领受你今仔日通过蔡牧师的信息，来成做阮的帮助甲祝福。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是无够野，只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你对的是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予阮，赦免阮的错误，只像阮也赦免阮的人，无你互阮的日时，就叫阮在这歹的，因为国、权力、荣耀，拢是你所有，大家的真。阿门。煞遮咱来启用，我来启，各位兄弟来用。咱先开信息上后壁面第5页，启用文第4篇，就是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要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定下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所让予我的地是真水的所在。我要学罗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个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煞接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1首，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圣诗21首，请起立。
真济。即只咱新歌队要来献诗，伊要唱的是“阮要吟讲，主是阮的真光”。感谢主，新歌对真水的诗歌来敬拜上帝。咱即只要来共读圣经，咱掀开圣经旧约出埃及记20章
16节，旧约出埃及记20章16节。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圣经以上，愿听上帝话，照安尼行的人，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接着，咱要邀请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来分享因的信息。今仔日要讲的是圣经人物系列31讲摩西，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能够三合做伙来敬拜上帝。咱顶回分享的是第6届，毋通杀死人。接续应该原本应该是分享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实际上这2届拢甲第10届就是毋通贪恋有关系，有关系。咱伫去年的1月13号。咱已经分享过这款的题目，所以咱今日要来看第9届，就是毋通做假干净来陷害人。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自集伫你的面前，要透过思考你的话语来领受祝福。主，阮恳求你帮助阮拍开阮的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真实去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互阮有智慧，知影安怎去运用你的话语。也恳求主你赐了信心，甲疼心，互阮伫知影安怎去实行你的话语的过程中间，帮助阮真真正正将你的话语落实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改变阮本身，也互每一个甲阮接触的人得到祝福。主啊，我恳求你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一般来讲，咱看这个题目，毋通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咱会想讲，我真正可能无这个机会去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嘛？因为照你讲做假见证，改成爱亲像伫法庭中间。法官来审问的时候，咱做证人，然后咱讲白贼做假见证，互人得到损害。咱大多数的人改成拢无这款的机会，所以咱会感觉讲，这条界面改成甲咱离真远，甲咱无关系。实际上，咱爱去思考，这条界面其实是甲咱的讲话有关系。咱有时若讲无正确的话，也是咱毋知去传播无正确的消息的时阵，有可能互别人因为安尼来得到损害，这就是甲这条界面有关系。你听这条界面，咱讲见证其实毋是干那甲咱讲话，甲咱的行为有关系。因为真侪人拢知影咱是基督徒，对无？如果你若做无好的见证，毋简单互别人失望，也互上帝失望。所以，其实这条界面甲咱生命中间、甲咱的生活有真密切的关系。特别咱看起伫台湾，咱常常伫新闻中间看到政党中间的运作，伫平常时就真济啊，伫选举的时阵更较济。比如讲，伫选举的过程中间，咱看见到候选人互相恶别人的空芳，甚至有用恶毒的言语去骂人、攻击人，甚至最近咱看见到真济选举的场合，用假的消息、假的新闻来宣传。后来虽然这事实向挖出来，讲事实毋是所讲的安尼，但是当事者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去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咱真无欢喜看见到这款的新闻，但是无可奈何，这款的代志就发生伫咱的四周围中间。所以，如果咱若详细去想，这就是假的干净嘛，这就是假的新闻嘛。所以，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经到底予咱什么款的教示？这是咱今仔日要面对的问题。咱首先来看这段经文，这个界面的意义。毋通做假见证来陷害人，意思就是讲，禁止咱用假的见证去害别人，也就是讲，袂当用虚假、欺骗
白贼等等的人情甲物证，对别人做出不利的见证。今日牧师要对3个方向，甲大家来分享。这条诫命有消极的意义，嘛有积极的意义，咱做伙来看。第一项是比较较消极的，咱照里面来看，就是袂当做假的干净来陷害人。为什么袂当做假的干净来陷害人？第一项就是讲，咱知影假的见证就无符合伫诚实信用的这个原则。假的见证就是表示讲，这人无诚信嘛，欺骗嘛，所以首先就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其实甲咱的信用是非常抵触的。伫圣经中间咱要注意耶稣基督安怎教示咱。耶稣基督讲：恁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搁再加讲的，就是出伫迄个恶者。咱要注意这恶者你若你家己查圣经内，你就伫这个顶面做一个记号。这恶者是啥物意思？恶者就是指迄个邪恶的，就是指魔鬼撒旦。咱理解撒旦这个字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试探者，也是讲欺骗者，也就是讲魔鬼撒旦伫咱的信用内底的定义，就是伊是一个欺骗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伊讲出来的话耶稣基督要求咱讲爱是爱讲是，毋是爱讲毋是你若假讲的，就表示讲你是要欺骗。那欺骗的，就是属魔鬼的。所以这句话是其实是一个足严肃的提醒，就是咱咧讲话的时候爱注意，讲出来的话要修正是真困难。讲话的时候爱谨慎，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无咱就变做甲撒旦魔鬼共党的，变做被撒旦魔鬼所利用，甚至会造成真大影响。当然，咱咧理解诚实甲信用毋是简单咱的信用安尼强调就是一般人对这诚实信用的议题嘛真重视，因为诚实信用毋简单是有个人伦理道德的意义甲价值，对社会安全嘛非常重要。咱知影，比如讲举一个例，咱社会中间检测只有少数人组成的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用欺骗的方式，对无？伊会去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呢，毋是影响去会骗到的人。咱知影，咱若知影，咱这社会中间有人咧用欺骗的时阵咱会无安全感，人甲人中间迄个信任感就会消失。这人咧讲这句话，到底是干咩样欺骗？所以咱人甲人中间都有迄个距离啦。所以这个，因为咱社会中间有虽然是真少数的诈骗集团，影响到整个社会。佮举一个来讲，咱知最近其实因为网络的发展所以有真侪迄个假消息、假新闻的影响。咱来理解一点，即马这假消息、假新闻已经爱提升伫国家安全的阶段，因为有一寡消息会去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引起社会不安。所以即马为什么咱有真侪？咱甚至咱政府也真注重这个代志有迄个事实查核的机构，咧专门咧澄清这假消息，因为伊会去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也去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欺骗这件代志毋是干那对个人会产生影响，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会嘛带来极大负面的影响。其实咱来理解来讲。咱毋是即个时阵才有即款的问题，伫旧约的时代都有即款的问题。所以你若去看旧约的律法真特别比如讲你若去看利未记19章16节上帝就颁布一个律法讲啦，袂当伫百姓中间往来搬弄是非，也袂当甲厝边做对敌，互人害人到死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命令啦，因为上帝知。咱人嘛知，一个白贼就去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当然，咱看去旧约的律法是安尼，但是咱今仔来想看卖，离旧约的时代已经遐尼久的时间，但是咱的社会确实无啥物款的改变。今仔日搬弄是非、散播谣言，对现代人来讲是真容易看见的。讲见怪不怪，现代社会中间大流行一寡
讲说八卦，还是讲爆料真侪人享受伫即个分享这个信息的中间，因为咱人拢有好奇心嘛，那别人无要听你讲话你会真艰苦。你若用一寡技巧照吸引人的好奇心，人会注意听你的讲话比如讲，若你的朋友无要听你讲话，也是恁太太、恁先生无要听你讲话，我无事来教你只要讲我有一个秘密我要来讲你千万毋通甲别人讲伊就会自行听。若佫无要听你就安看安尼啦，讲我心中一直稳重一个秘密拢无来你讲我看也是莫讲好结果即声伊就逼你讲出来佫自行去听所以咱理解人拢有即个好奇心嘛好奇心人若去用人错误的运用来散播这不实的消息的时阵，就可能有一寡人会得到利益，但是一大部分的人会得到损失，安尼就有问题所以这是社会的情况。但是咱来反省咱教会内底，够可能发生这款的情形。其实今仔日咱来思考，今仔日圣神降临节是正教会的生日咱的牧师嘛会分享教会设立的目的。咱教会原本就是要去影响社会，但是今仔日真凄惨的，就有一寡社会的风气嘛影响着教会。我昨昏去参加一个这个座谈会这个分享的讲师伊咧分享有一间教会就是讲牧师离开了要聘牧聘牧伊就去找真济遮个牧师找到一个适当的人选的时阵，公布伊的名了。讲无偌久，教会内底就流传一寡谣言、不实的消息，佫即摆因为通讯软体咧传播真紧，传到大家拢伫遐议论纷纷，造成教会真大的问题。所以即款的风气教会无去影响社会，煞叫社会影响，这实在是真凄惨的一件代志。当然这嘛毋是今仔日的教会较安尼，咱伫圣经中间，咱嘛会当找出。初代教会嘛发生这款的代志，譬如讲，咱若看这个保罗写予提摩太的批的时阵，伊就讲有一寡伫新约时代的教会有一寡人伊讲若分大，佮教会佮教会爱插事讲所无应该讲的，有一群人是安尼当然。这圣经内底介绍是咧暗指一寡妇人人，但是今仔日咱知影，查甫人嘛是安尼，无伫教会内外，拢会爱传这款的八卦、这款的消息，这实在是对教会有真大的损伤。咱来记住我拄则所讲的，耶稣所讲的迄个话，恁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搁再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恶车。魔鬼撒旦就是要用这款的方式来攻击咱。所以袂当做假干净去陷害人，这第一点咱提出讲，假干净就是无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这第一项咱来了解。若讲假干净了，佮去陷害人，陷害人就是啥？陷害人就是无公义假干净的行为，互别人也是讲无辜者遭受到伤害，这也甲公义的精神甲原则相违背。咱理解就讲假干净、假消息，常常因为破坏公义的原则，互别人受害。假干净可能造成别人也是讲社会整个的损害。咱看记到真侪社会案件，所有的冤案，真侪拢是因为有人做假干净，将黑的讲做白，将假的讲做真的，结果害别人判刑，家己嘛无利益。所以圣经中间咱看迄个箴言箴言的作者是非常反对这款做假干净的代志所以圣经安尼讲，做真干净的救人的性命，吐出白贼的施行诡诈。咱毋通想讲，咱凊彩讲这话袂安怎？圣经继续来提出警告，讲做假干净的，的确会受罚；吐出白贼的，最后绝对袂当得脱。所以，咱来理解，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绝对无容允这款的代志发生。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其实咱今仔日无法度避免，咱生活伫一个充满白菜的世代。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毋单单伫教会内，咱伫教会外面，嘛爱用智慧去做真的判断，毋通真做一个假干净的工具。咱求圣神来带领咱，互咱有智慧、有气力来抵挡这个错误的概念。这是第一项，第一项是消极的，咱毋通做假见证去陷害人。接下来2项是积极的，咱先来看第2项，就是讲咱倒边来看，做假见证会陷害人。若安尼，咱就讲实话，会当造就人。圣经同咱讲用听心讲诚实话咱理解来讲讲诚实话其实是咱的上帝对咱的要求。但是有时你理解讲诚实话有时会去伤害到别人嘛。有人讲话真直比如讲我今日第2堂，我就举一个讲，有人最近看到讲，你最近看起来较好看因为你拢挂喙安嘛你的喙较偏较歹看等下目睭露出来安尼较好看可能伊感觉真正是安尼啦，伊心理的判断真正是安尼，爱讲实在话就去伤害到别人对无？所以有时讲实在话无真困难，但是讲好的实在话，会当造就人的实在话，就无遐尼简单。所以咱安怎？圣经来讲，爱用听心讲诚实话。咱对2方面来思考一句话。第一项就是讲咱咧讲话时阵，爱用听心来做咱的讲话基础。用讲诚实话的时阵，咱来注意着讲，咱讲话动机是啥物？咱毋是干那直接讲诚实话，咱来用听来做基础，讲出迄个造就人的话语。因为咱心中若有听的时阵，咱所表达出来会去感动人，会去造就人。若一个人对别人无感无情，伊讲的实话可能会去伤害别人，甚至有人讲对别人有怨恨的时阵，伊讲出来的诚实话，就刺伤别人。所以，这个讲诚实话，爱用听心做基础。咱这一边咱观察到这个咧武汉肺炎咧疫情咧传播的过程中间咱的防疫中心一直强调一点，诚实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刚开始的时阵，所以咱的前副总统陈陈建仁先生伊就讲，伊讲毋单单爱顺时钟，有人爱陈时中就讲诚实申报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这是非常重要的。伊讲诚实是预调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咱知初期咧传染的时候，若一个人确诊了，你爱来问伊接触过啥物人，爱去过啥物款的所在。这个时阵，这个人诚实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毋敢讲伊可能接触到无应该接触到的人，也是讲伊职业的部分无想要互人知影。如果伊若无诚实的时阵，伊无凭着听心，伊无去想着讲我若无老实讲出来，可能甲我接触的人会受害，佮甲这个人接触的人佫会受害，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所以这个人，咱爱鼓励伊诚实，就是伊爱凭着伊的听心讲出诚实的话。但是同时，咱来理解就是讲，咱的社会这个环境嘛爱有听心嘛，咱来鼓励人讲诚实话。咱毋通伊讲了，咱就来指责、来辱骂、来啰嗦、来攻击，安尼无人要讲诚实话。所以咱这回，咱的防疫中心做了真好，就是讲，伊鼓励社会爱接纳这款讲诚实话的人，互人拢放胆来讲伊的诚实话。就是因为安尼，咱大家台湾互相所有百姓互相合作下面，互咱这边的疫情会当得到控制。所以这就是诚实。而且是伫一个有听心的环境下面来诚实是遐尼重要，所以你要诚实，就是爱用听心来做基础。佮另外特别是拄到迄个咱要去人苦劝的时阵，人犯错，咱要去人苦劝的时阵咱这个时阵咱的讲话就是爱有智慧啦。因为有时阵咱要去苦劝一个人，咱要去挽回一个人，有时阵因为咱讲毋对话，还是讲话讲了伤过刺激，这个人煞无要理睬你，煞无要改变，你就失去你的目的。所以咱要用智慧去思考安怎讲，
吼，就是讲除了动机正确以外，咱安怎讲嘛真正确，吼，有听的动机来劝勉人，也爱有听的表达方法。啊，这圣经中间吼，有一个上介好的例，互咱去知影讲，到底啥物叫做有智慧的方法？就是咱知影大笔犯罪了，对无？啊，犯遐尼大的罪，犯奸淫罪，佮犯杀人罪，遮尼吼讲恶大吼，就是非常大的这罪恶的时阵，爱有一个人起来苦劝，啊无伊毋知影爱悔改。啊，咱知影大笔是王呢，你要苦劝一个王，那万不以这王生气吼，不但你苦劝的目的无法度达到，啊，家己可能会受到性命危险。啊，所以上帝呼召一个有智慧的先知拿单去苦劝大笔。啊，拿单伊就用有智慧的方法，伊就先起来讲一个故事。伊讲有一个城内底有一个好野人，啊，佮有一个送羊人。啊，好野人有真侪牛，有真侪羊，啊，送羊人只有一只，伊去买来细汉。这羊仔细只就买来，啊买来饲，啊疼命命，那亲像家己的查某囝，吼，啊毋是时阵，佮甲即只羊仔做伙困，甲伊做伙食，我足疼即只羊仔。啊，结果有一天有人起来拜访即个好野人，即个好野人毋甘将伊即遐尼济牛甲羊中间摕一只来抬，竟然去抢即个送羊人的羊仔来抬来招待人客。伊就拿单就讲即个故事吼。大笔听到遮就挡袂牢啊！伊就讲吼，做即件代志的人该死啊！啊，拿单来讲，啊，这人就是你啊！啊，所以大笔吼，伊拿单讲即个故事，互伊家己反省。大笔当然大笔原来是顺服上帝人，伊就去反省。所以伊无一开始就好，就大声来骂大笔讲啊，你犯这大的错误，毋是伊互伊家己去反省。即款的方式叫做有智慧的方式。所以咱要去人苦劝，要去人劝解的时阵，毋干那有疼心，毋干那讲诚实话，咱嘛爱用智慧来加做咱的方式，才咱达到咱真实的目的。这是第二项，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第九届上届积极的方式，就是咱爱用咱的生命去做见证，来祝福人。咱的理解就是讲。咱今仔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也就是教会正教会的生日，吼。因为咱若看《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的时阵圣神降临，所以大家真感动，呼召第一批的信徒组成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即群被呼召来的信徒成立的教会，伊的目的是啥物货？就是为着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咱若继续看《使徒行传》，看第4章，咱看见着彼得甲约翰咧回答这人讲，听叹恁诶，无听叹上帝，这伫上帝面前合无合理？恁家己想，阮所看见、所听见，袂当无讲。所以受到迫害，伊嘛是爱讲，因为因是呼召的目的，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圣经大人讲，毋通做假见证来陷害人，但是。确实爱做真的见证来祝福别人，所以今仔日咱来纪念这个圣神降临节，也就是教会生日。咱来思考，上帝设立上人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大家为着真理来做见证。咱来把握机会来传扬福音，将耶稣基督福音带予别人，这是带予别人上界大的祝福。因为做见证就是爱互人看见嘛，互人看见咱为真理所做的见证。啊，要互看见上界好的方式就是啥？就是咱的生命嘛。咱若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毋是干那用言语、用咱的生命来为上帝做见证。咱来明白吼，咱拢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咱拢是教会的门面。因为咱中间有个人挂迄个十字架对无？啊，大家一看就知道啊，这基督徒，吼，啊是讲你甲来别人出去食饭的时阵，食饭进前你会祈祷，人知影讲啊你是基督徒，啊是有时阵你会甲人分享讲我是基督徒，所以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中间，大家拢知影你是基督徒，所以变做耶稣基督的一个代表，大家会对你的讲话、对你的行为去认捌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咱是代表，咱如果若有一个真好的见证，别人会因为安尼羡慕这个信仰来信耶稣基督。咱今日台湾的基督徒真少，咱拄到一个人就掠做用你的表现来评断基督徒，人会对你的心上去认捌你的信仰。所以咱要谨慎，因为咱活的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用咱的生命来祝福别人。有人讲牧师安尼太辛苦的，所以我是袂加紧来藏起来食饭进前，咱小可把酒客者就好啊袂当安尼。咱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咱就是要互看见，要互去感受到、担到这个滋味。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勇敢做见证，特别求上帝的圣神充满咱，互咱真正会当为真理做见证，用水的见证来荣光上帝，祝福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亲自呼召阮，请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也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祝福阮。主啊！阮知阮受呼召，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恳求你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互众人看见阮更新改变的生命，归荣光互你，也领受阮上款得到的福气。恳求主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继续，咱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158首，恳求圣神降临。圣诗158首，恳求圣神降临，请起立。
真济线接要奉献，第奉献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你若新朋友来到阮的中间，阮期待你将双连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时常来。伫你的座位前有迄个留名卡，你若方便将你的资料留起来，互阮来欢迎你。期待你甲阮做伙成做咱双连人。咱煞接，咱来开始奉献。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即生阿爸爸上帝，主阮搁一摆献上阮的金钱，阮的金钱拢是对你遐所来，感谢你祝福阮，互阮通过奉献来成做祝福别人的人，使用阮，毋若是钱，搁阮的人，阮的财情，特别上帝求你大大祝福双连教会，互双连教会成做正教会的祝福。我咱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现在来报告，咱掀开周报第5页。本主日是圣神降临节，愿咱时常以祈祷的心，通过灵修甲祈祷，恳求圣神光照咱的性命，引带咱所行的道路，互咱成做世上的光甲盐。
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咱本会黄正辉执事妈妈赖宝珠执事妈5月29安享主怀，请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煞接请牧师来介绍新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才有蔡瑞典先生甲伊的妈妈，我们在这里倒位？好，伫遮哈。好，欢迎欢迎哈，伊是恁来教会，欢迎欢迎，请坐。佮另外一位是吴建平先生，好，吴建平先生，好，伫后壁哈，好，欢迎。属于南门教会哈，欢迎，请坐。毋知影有第一遍来甲咱礼拜的兄弟，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到贵宾席的所在，互阮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牧师要大家补充报告，就是讲咱即摆渐渐咱的疫情渐渐平稳吼，所以咱来开始回归迄个正常的生活吼。毋敢咱的生活要回归正常，咱的信仰生活嘛爱回归正常。所以咱渐渐咱6月初7了吼，咱的防疫中心有较开放，咱就当开始慢慢恢复咱正常的聚会。当然有咱个人的防护，咱有咱注意吼。这段时间较无方便，但是请大家包容呼吁所有兄弟姊妹，咱赶紧回来甲咱做伙礼拜，做伙聚会。这是牧师的呼吁。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拢得到你所享受真实的平安。主啊，伫疫情的这段中间，阮恳求你继续带领保守看顾阮，互阮惊遐的心灵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阮特别恳求你看顾阮中间。阮伫集体中间有死失亲人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亲自安慰因；有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有心灵忧伤的，求主亲自扶持。保守看顾阮，伫你的固守内底，互阮真实去感受到伫团契生活中间的痛。阮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今仔来到阮中间，甲阮敬拜的新朋友。吴建平先生以及蔡瑞典先生甲伊的妈妈，互因拢得到你的保守，出入拢得到主的祝福。我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上营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吟诗刷，请蔡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绿岛下温，共受车见。